好。好了，我们的陈律师有没有长得很帅？有。欢迎一下。好，今天我们还为了线上的同学找一个很好的位置。那我们请我们的校长，校长没来，那我们请那个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讲师。好。陈义全律师。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陈义雄律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节税啊那方面真的是很棒。我们看到照片觉得很帅，看到人呢更帅真的是又帅又棒的老师我们就鼓掌欢迎我们这个大师。51个人，哇，真的，这对我来讲真的是太紧张了。哦，那你带我一个其实呢，来这边演讲，真的是蛮意外的，因为其实我妈妈在这边之前在那个互助社工作了。雅萍，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雅萍，她现在也在线上，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她，还蛮尴尬的。还蛮尴尬的，因为刚刚电脑有点错误啦。但是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今天主要是在跟大家讲说，就是赠与跟遗产因为我相信来这边上课的大哥大姐，通常你们应该都是面临可能要退休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闲钱，在想说要怎么去做一些规划。对你来讲，主要可能是税的问题，或者是你可能觉得说，我现在留的这些钱要给小孩吗？还是你要怎么去做处理？那我今天的部分会主要是在讲跟税有关的，也就是我们国家规定的遗产税法，这个我不知道在线上的人应该看得到吧，对不对？看一下，有，这边应该看得到，主要是在讲遗产税法的这个部分啊，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啦，我们每个应该说我们台湾就是叫做什么就是万万税。我们是不管你身上有没有钱你赚来的钱要缴所得税那你花东西，你去买东西，可能还要缴货物税，还有消费税甚至乎呢，你可能买了比较贵的东西，可能要缴一些奢侈税那等你这些已经把你身上所花的钱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要入关了。那我们国家呢，针对你的财产，可能还要再课取一个叫做遗产税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真的是就是万万税啦。那今天最主要我还是比较是会讲一些比较平易近人的相关的法律，让你们知道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因为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要做一些真的是税务规划啦，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人是那种上亿的或者是上千亿那种财产的人，这个我相信他也不会单纯听了我的课之后，他可以省了很多钱。当然是可能，只是说那种大部分的人一定是会去找一个专业的，不管是律师或者是会计师，甚至乎会跟地政士会有一个团队去合作，帮你去做一个节税，那个才会有。但我今天讲的主题呢，比较是否一些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对于你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要怎么去做一些你的财产的规划，这个可能会对你们比较有所帮助。那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在你的死后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遗产但我比较想知道，因为现在线上有很多人嘛，对不对？但我比较想要看跟就是在场这边各位的来这边参与的弟兄姐妹，想问一下，有没有人他过世的时候，他不会想把他的遗产留给他的小孩？有没有人？有吗？
目前我统计一下，目前看起来还是都没有人。那我反方面问好了，有没有人想要把他的遗产留给他的小孩？有吗？可以举个手吗？有谁？几乎哇，很多人都讲，大家每个人都会想要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你的小孩，是不是？来，有，那我相信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啦。那这个在我们的，因为我是一位律师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说实在的，我们会遇到的，一定就是像各位一样，都是想要把你们的遗产，甚至乎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把它留给你的下一代。但这个到最后我会在这个演讲完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但我们今天还是以这个原则去做思考，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是要去做一些财产的规划，好不好？那我们想一下，你的遗产有没有人知道遗产的概念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跟我说，遗产啊，就是我身上留下来的钱，甚至乎呢，很多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当一个人过世之后呢，如果他的负债太多，你的子孙通常会做什么事情？抛弃。对，你们很聪明，就是要去做抛弃继承。那往往呢，这个麦克风好像不太好。往往呢，抛弃继承，很多人都会问，律师啊，我可不可以只抛弃我债务，然后我的遗产，比如说有房子啊，有土地，我要继承，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没错，因为你要抛弃，就是全部都要抛弃，你东西都不能拿，而且你抛弃要怎么样？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你知道要继承之后呢，3个月内要去做抛弃，而且是向谁抛弃呢？法院，没错，一定要向法院抛弃，好不好？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些要件，我跟你说，你就没办法抛弃。但你没抛弃的话，也不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限定继承。讲白话一点，你不用拿你口袋的钱去付过世的那个人的债务，这是原则哦。当然一定都会有例外法律一定有原则，就会有例外。那基于这个原则去做思考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的负债太多，我们都要去做抛弃，因为以免后续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银行啊，或是一些债权人来找你麻烦，对吧？但换另外一个方式想，我们不要抛弃，我们发现这过世的人，不管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是谁，好像还蛮有钱，或是有留了一些东西给我，那我既然要愿意去做继承的，那你去做继承，当然我要去承受他的权利跟义务，都要去做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过世的那个人，如果他在生前的时候没有做一些财产的规划，那我们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要先去做一些遗产税的缴纳的部分，好不好？那遗产税跟大家说一下原则上，如果我们看遗产税看一下我们这边荧幕上的法条不好意思，这个原则上我们的国家大部分，如果你的钱没有留太多在我们的5000万以下只要课征10%的税，10%的税其实是蛮多的哦。看你是留多少钱，就是要扣10%。但是我们不是说全部都一定要去纳税，我们法律都有规定，比如说有些东西是不能去做课税的，比如说像是什么，我们法律有规定一个免税额，比如说我们留了一个遗产，遗产我们依照我们税法的规定其实是1200万，你只要留有的遗产加起来的价值是1200万，我现在讲的是现金的价值如果是土地跟房屋，它是用什么去算？正常来讲，你们想应该是说，土地跟房子应该要去估价，对不对？但是依照我们的税法的规定，它不是用市价去算，它是用我们的公告地价房子就是用评定价格，那个的价格通常会低于你的市价所以它的税一定会缴得比较低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
思考说你有留遗产，好，如果你只有单纯的钱，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留了，因为1200万以内是免税，比如说我现在留了2000万的税，那如果你想要少缴一些遗产税怎么办？如果你单纯就是好了，我就过世了，我把2000万留给我的小孩，所以可能1000万免税，那剩下的800万你要缴10%的税。好，那如果你换成另外一个想法，你知道说，其实如果那个房子它是用评定价格，房屋是用公告限制，如果你们去请成本，它上面都会写那个价格，那么价格通常会比市价还要低。如果你知道这个，你会怎么做？对，你可能会是把它变成房子，因为变成房子继承的时候，它是会用房屋的土地的公告地价跟房屋的评定价格去做计算。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大部分的人会去做的事情。只是说还有一个陷阱，因为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房地合一税？知道吧？因为现在我们打房打得很厉害。这个的我们要去买房子给孩子去做继承，有一个要件，除了我刚刚讲的，你可以买土地或买房子以外，还有一个要件就是你的孩子是不能马上把土地拿去卖掉，因为他会计算你的持有期间的那些税，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是要让他留的，让他住，我觉得这 OK， 你就留给他，因为他如果之后要再转手，可能缴的税会蛮高的。但是我相信大家就不用想那么多，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过世了，那么就让孩子们自己去做一些思考。但重点是你们自己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去思考，等我过世了，我这些东西的钱会多少被国家拿走，那我能留多少给你的孩子？第一个重点，你可以用不动产的方式去做遗产的规划，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还能做什么？除了我们针对你的不动产这个继承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死掉的时候，我们国家都规定我们有一定的继承人的顺序嘛。大家知道继承人的顺序是什么吗？我问了很多人，一般应该是讲说，如果坦白讲，如果是律师，有些律师还不太清楚，因为如果他没有认真去看法条的话，正常来讲啊，如果你过世的时候，谁一定可以拿到钱？对，配偶是一定可以，而且是你在过世的时候，他是你的合法配偶才算哦，是在户政机关登记的合法配偶，那个才可以继承。那其他的呢，就是会有分顺序，顺序怎么分？第一顺位会是谁？对，就是子女哇，在座的弟兄姐妹还蛮厉害的，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顺位就是你的子女，你的子女有很多，子女、孙子女那些都算，当然是以前面的顺位为主，所以这个就是有分顺位的，你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是第一顺位，那第二顺位是谁？父母。大家有没有想过，小孩我们要养吗？因为他年纪比较小，但是谁养你？爸爸妈妈，所以第二顺位就会变成你的爸爸妈妈，懂吗？如果你的小孩都没有，我可能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小孩，那我现在继承会是给谁？就是换我的爸爸妈妈，先换爸爸妈妈。如果爸爸妈妈都没有了，才会是刚刚这位姐妹说的弟姐妹。只有这边的血缘关系的才会有顺序的问题。那配偶是没有顺序，它是一定可以继承。那接下来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要考大家。大家知道他们要怎么分吗？有没有人知道？如果你的配偶跟第一顺位，比如说你的小孩子要去分财产，请问依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你要怎么分？配偶1/2。配偶先拿一半，然后其他人再去分吗？没有吧？问是什么？平均。单一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个小孩就2除以2，如果3个，就是平均的概念嘛，对不对？好，我跟大家讲，刚刚我相信有很多应该80-90%人都说应该是配偶要先分一半吧。那我遇过很多民众也都是这样讲，但我跟大家说不是，是像这位姐妹讲的，第一顺位如果是小孩子的部分是看有几个人，
就是平均几分，好不好？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我有遇过一个客户，他就是这样子，他也不懂，或甚至乎他有去问过一些比较不专业的，不能讲代书了，反正他就不是有执照的人，他去问人家，结果发现其实他是平均的，但是他却误解说，其实我不是平均哦，我是可以先拿一半。结果呢，可能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啦，如果你们有认识一些，不管是帮人家代办的，他都会说，哦，你这个钱就我帮你要到你要分我多少钱。那他的期待利益会觉得说，我可以拿一半啊，我不用担心啊，我就跟你签了。结果签了之后发现他根本没拿到那么多钱。我遇过很多这种状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是第一顺位，你的孩子跟配偶去分是平均哦，不是你先分一半哦。先分一半，我们法律有规定是谁？就是第二顺位跟爸爸妈妈，你就是先拿一半，配偶就是先拿一半，另外一半就是让爸爸妈妈再去分。比如说，如果爸爸妈妈都还活着，就是一人占一半，就是1/4，好不好？这很重要，这一定要知道，不然如果你们不清楚甚至乎你们交给一些代办人员去办，代办人员我跟你说，现在几乎他们都是算抽佣制。就是跟你拿多少，我帮你拿到多少钱，我就抽多少钱，比我们律师还要赚。因为我们律师法律有规定，原则上针对家事这种案件，我们是不能抽后酬的。如果我们有抽后酬，我们会被惩戒。但是代办公司他们不是律师的，只要你们愿意跟他签，他们都会签，而且拿的钱很多都不用缴税。坦白讲，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我们既然都知道法律有规定你的遗产有顺序，那你们就要知道要继承给谁，那这个很重要。那只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也是涉及到我们遗产税。我们刚刚第一个讲的嘛，你要税捐的规划，你可以去避税的，就是你要可能把它变成不动产。第二个很重要的，你们大家知道吗？如果一个人过世之后，很多人现在我们新闻常常讲嘛，前阵子可能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常听到说一些国外有人过世或是离婚，可能配偶可以拿到什么钱？除了赡养费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分到他的财产嘛，对不对？那大家知道这个财产怎么分吗？很多人都说，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大家有听过这个吗？叫做分财产。你跟一个人，如果那个人死掉，或者是你跟他离婚之后，其实你有权利可以跟他分财产。大家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你的配偶一方过世了，其实你有权利可以跟他分财产，只是说那个财产的范围，我要跟你们讲有多么的细腻，因为它涉及到的范围会不一样。这个也是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也是我们在遗产税里面可以去规避的部分，是在我们法律规定叫做剩余财产分配。大家有听过吗？剩余财产分配什么意思？它的概念就是说，两个夫妻，不是两个夫妻，一夫一妻，你们在共同生活中，你们可能会怎么样？各司其职嘛。可能我们传统认为说，男主外，女主内。那男生在外面赚钱。女生呢，可能在家里去做一些从事家事的劳动者。那我问你，如果我们没有规范说要分财产这个部分，你们想也知道，谁的钱，谁银行的钱，谁的土地会比较多？通常都是男生的，因为我在外面领薪水的。那老婆呢，可能是在家里做一些家事劳动，我做一些洗碗啊。如果先生没有给你零用钱，你原则上是不会有钱的。所以呢，我们法律也想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法律才想到说，如果一个女性她身为一个家事劳动者，在家里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要把它评定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只要你跟先生离婚了，我们可以反过来，可能我有遇过一个老师，他就是女主外男主内，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是在外面那个女教授专门在外面赚钱。然后老公是在家里顾小孩，也有这个也是一样，我们法律是男女平等的。如果这个情况下，原则上你是有权利可以跟对方分财产，只是说我刚刚讲的分一半，这个是比较笼统的概念。重点是什么？一，它一定要是
婚后的财产，也就是说你们结婚后所生的财产才算。大家这个概念应该懂吧？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因为结婚才开始有去，一个人要去在外面工作，一个人要在家里做事嘛，所以他的时间点一定是要婚后，这很重要。如果是你结婚前的，那个就不能分，好不好？比如说我结婚前我可能很有钱，或甚至乎呢，另外一个例外就是我的那个钱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的，继承下来的，或是别人送我的，这个是不用在我们讲的分一半的财产里面，好不好？记得婚后财产，而且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有偿，有偿是什么？你有对价性的，我去外面工作，工作会给我钱，这个我有对价性，这个财产才可以去分。如果是没有对价性的，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过世，或是阿公阿妈过世，他把遗产留给我，这个需要分吗？就不用。为什么？我们想就知道了，因为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对于这个财产有贡献吗？没有，是因为那个人过世了，他把财产给我，所以我们法律规定，这种东西只要对财产没有贡献的，原则上你是不能去做分配，好不好？所以很重要，第一个婚后财产才能分，第二个是什么？有偿的，也就是有代价的，你才可以去做分配。那怎么去做分配呢？男生算男生的，女生去算女生的，那算起来看谁比较多，多的人就要给少的人一半，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假设我是先生吧，对不对？假设我全部算起来总共是1000万，那我太太呢，可能她赚的钱比我多，她算出来是2000万，那你想想看，我的太太要给我多少钱？对，她要给我500万，我们两个人就会变成1500万，都是一样，好不好？那重点是，除了我们算我们有的钱，当然如果我们在对外负债，那个也是要扣掉，而且仅限于刚刚我说的，一定要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所生的才可以去扣，不然很多人都是想办法去借很多钱，你懂我意思吗？像我上个礼拜去开一个庭，我们只是调解啦，我是告人家的那一方，也是我们在分财产，就是他们要谈离婚，结果呢，先生他有请律师，他就跟就是跟调解委员还有我讲说不好意思啊，我的先生啊，我们算了一下，他可能现在身上的遗产剩下的财产啊，扣掉那些他的负债，身上只剩下差不多70-80万。结果我想说，怎么可能啊？我看你还看病逝来，你说你70-80万我还不信。那他其实不知道，因为那个律师他不知道我有去调查证据，我已经跟法院申请了，结果法院去帮我调查他的财产全部都调出来了。结果我就跟那个调解委员说，委员你那个资料借我看一下。结果我就看，哇塞，人家一年赚200多万，一年赚200多万，他车子也很多，还买了一堆股票。结果我就说，张律师你看一下，这个是他的财产。然后他整个傻眼，他还说原来你有调资料没有啦，我们还有另外的。他就开始讲说他在最近去什么跟人家发生车祸，说要赔人家120万。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如果你是我，你听到你会相信吗？我死也不相信因为他就是不想要给我们分财产但这是歧视所以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依照我们法律的规定遗产税法有规定，如果他是夫妻剩余财产分配的话这个东西是可以从你的遗产中去扣除。我们刚刚有讲，遗产它的起算的基准是多少？1200万嘛。虽然我们国税局每年都会去公告，现在是1333，但是只要你超过这个，假设比如说我现在要2000万，那我可能要缴税啊。但是呢，你们可以去运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像我刚刚说的，配偶可以去请求。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给我的配偶，让我配偶不用缴遗产税，反而可以拿到一笔钱，懂吗？剩余财产分配，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当然我知道很多，可能传统的家庭都会觉得说就是如果先生过世女生就是不要去拿钱
好，但我跟你说，这个观念，当然每个人的家庭我不予去置评啊，但是每个家庭的影响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当然也不能说律师的经验一定是对的，因为会遇到我们的一定都是不好的，一定都是讲白一点，就是为了钱去做吵架，所以到底不管是你的配偶男方或女方，要不要去主张这个权利我觉得你们可以决定，但至少针对遗产税法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们可以节税，绝对可以节税。只是说实务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一般如果是会计师或者是代书他们比较不知道的，这个是有律师才会知道的。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的遗产税的土地跟房屋，它去计算这个价值是用什么去做计算？公用比较低的公告现值跟评定价格去算，对不对？那如果你们刚刚有听进去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方式我就拿去买土地不动产，然后给我的小孩，我可能缴的税会比较低，这是一个方式。但是换到剩余财产分配呢，就会有一点点变化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看，虽然你用剩余财产分配请求的话，你在减税的那个部分，因为你请求多少钱可以去做减税嘛，我们税法规定是用公告现值跟评定价格，它扣的钱会比较少，一定会比你的市价还要少，对不对？但是回归到我们的诉讼面，讲白一点，如果你们都有讲好说你要给我一半，那 OK 没问题。但是往往呢，遇到律师这边都是什么？对方都不愿意给他一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有一个案，我这个礼拜这个月我才去开的那案例，他绝对不会分给你钱的，绝对，他一定会说，这是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的钱你在家整天看电视，对不对？或者是你也没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要分你一半？所以他绝对不会分你。那回归到如果律师到诉讼面，你要去告你的配偶剩余财产分配的话，怎么办？我们就不会像是我们所得，就是我们的遗产税法的规定是用公告地价去算如果你是要钱的那个人，你会主张要用什么价值去算？一定是用市价，因为你分的钱会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就会产生我们的税法的规定，你可以去扣除你的遗产税，跟我们实际上你去打官司的计算的会不一样，因为你去打官司，我跟你说，每个人针对这个房子的价格，绝对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那只要有不同的意见，要拿钱的那个人一定会说这个价格太低了，可能他觉得要1亿。那要分钱的人一定会说这个没有什么价格啦，这个可能200-300万而已。那我问你，遇到这个状况，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是法官，大部分他都会说，那我们去鉴定好不好？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做不动产估价师吧？我们就会找一个估价师去鉴定说这个房子跟这个土地是多少钱。因为这样子因为法官不是一个专业的估价师的，所以他可能会委托一个专业的估价师去评断说到底这个房地是多少钱。那因此呢，就会回归到我们税法的规定，如果真的你们又有诉讼，那会怎么办？你就是你要扣除的那个所得税，因为这是扣的会比较多嘛，你的遗产税会扣的比较多，就会产生一些汉格。但是原则上，就我们现在国税局的立场，如果你们没有另外再提出，因为说实在，这个是对国税局是比较不利的，因为你们扣的比较多，他可以拿到的遗产税会比较少所以这个影响是不大的。但是要跟大家知道，税法跟我们的民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很重要大家要想想看，税法是在规定说有钱就是要缴税，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民法不是，民法是在规定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才算是合理的所以这个就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要知道，不要想说税法规定，刚刚律师有讲说，如果我要去避遗产税我可以去买房子给小孩子那样子，因为他那个算的钱不会是用市价去算。但是你去打官司就不是这样子因为打官司我们一定都是要主张市价，因为市价才有利可图，好不好？这会是不一样的。税法是管税法，但是国家要怎么跟你拿税的部分
好吧？这是第二个，针对遗产税的部分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们可以去把它转换不要单纯只用现金，因为你用现金，它会十足的直接去做课税。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些，比如说不动产，去继承给你的孩子，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刚刚讲的，你可以透过剩余财产分配的制度，让你的遗产的总额变得比较少这个都是合法的东西，懂我意思吗？这个是大部分比较多人会去做的。还有另外一个，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常常会，不管是在路上啊，或者是你们的亲戚朋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做了保险就会常常跟你拉，然后拉保险说，哎，你要来保险保险，这是一般比较可能刚进来的，比较不会的保险业务员会这样子做。但是当你做久了因为他们也会去做基金嘛你们就会遇到一种人，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保险人员会跟你说，你来保险可以节税，有没有？有吗？你们有没有人透过保险节税？哎，这边有一位保险也可以，但是我跟大家说保险契约要节税也可以，它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去买一个保险，那个保险呢，受益人去填一个我想要给他钱的那个人，依照我们税法的规定，这个原则上到最后你过世的时候，那个受益人的那个保险金是可以不算入我们的遗产里面的所以很多人都会透过这个，但我要跟大家讲有一个限制，要提早规划，好不好？因为实务上很多都是我快死掉了或甚至乎呢，可能我也没快死掉了，就是我很晚才去做处理，那我们国税局就会认为说，你这个东西可能是要去做一些逃税，所以他会认为说你这个还是要纳入遗产税的范围所以如果你要利用保险契约去做规划甚至乎还有一些变化就是你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业务员跟你讲说呢，我们要用保险契约来做，那你保险契约就是每个年去缴嘛，但是有些人会跟你说，你就直接全部给他缴完有一种保单就是叫这种的，这个会更容易被国税局认定说这个东西就是在规避我们的税法的规定，让我们国家没有办法去查期到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有要思考要去做一些遗产的分配的话，通过保险契约去指定受益人是谁，这个是可以，因为它不会纳入遗产的范围，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当然，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有人问我说：“那个是保险契约啊，但是呢，如果我不是要用保险契约，我是要来写遗嘱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跟大家讲，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应该不是说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它跟保险契约不一样，保险契约是可以不用去缴税，但是你用遗嘱呢，还是要缴税，你懂我意思吗？只是大部分人会把它搞混，说，是不是我用遗嘱呢，我就缴的税就不用那么多？没有还是一样，只是说你的遗嘱要怎么去做分配，这就是你的权利，你懂吗？那顺带一提，我跟大家考一下，大家知道遗嘱要怎么写吗？有没有人写过遗嘱？没有，没有事。那我跟大家说，遗嘱这个东西要看个人因为说实在，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遗嘱很多都是天有不测风云嘛，对不对？你能提早规划，绝对是最好，因为大家要思考很多人，我每次讲到这个，问大家说有没有人写过，或是有没有人写，很多人都会想，怎么可能？我要触衰我自己是不是？但是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民法有规定，遗嘱你写的其实是可以再变更，或甚至乎你把它撤回，也就是说你可以后悔的啦。所以不是说你写了就是一辈子都这样，没有所以其实大家是可以写，那只是说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就是你要怎么写遗嘱，或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写，对你比较有保障那我跟大家简短的讲一下好了，因为这个对大家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律师跟你们讲过在我们线上的可能我就没办法看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场的各位都应该都是行动方便的人
而且我相信听说读写应该都是没问题的。通常只要有客户来问我，我都会跟他说，如果是在座各位这种比较健康的人，我都会建议你去做什么遗嘱。我们其实法律规定的遗嘱有5种，你一定要这5种挑一个去做，遗嘱才会有效。那对于你们之间比较健健康康的弟兄姐妹来讲，我都会推荐你们去哪里做？正光路888号。对，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常常去法院？不然你怎么知道？正光路888号，这是我们现在桃园地方法院2楼。公证处在1楼，以前是在2楼，在仁爱路那边。你们就是去那边做，为什么？因为会有一个法院的公证人来帮你去做处理。为什么呢？这样子做是最好的啊，不是说律师不想要做事，其实律师正常来讲，正常如果是一个要赚钱的律师，他都会跟你说，我来帮你做。但是我是一个良心建议，我会建议你们，如果你们很健康，要去那边做。为什么？第一个，它的费用是公开的，你们上网找司法院公证的费用，这个都有固定的价格，国家不会无缘无故跟你收多少钱就多少钱，只有谁会跟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只有律师或者是外面的代书，他喊多少钱，看你要不要，你愿意买单我就帮你做。所以第一个，它费用会比较公开，而且呢，通常会比较便宜。我是说真的，一定会比较便宜，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是比较粗略的讲哦，它的效力会比较好。其实你只要依照我刚刚讲的法律程序去做，它效力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说，很多为什么我讲它效力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去法院做，法院那个人是每天都在做，他出差错的几率是很小很小。但是呢，如果你是去找外面的，不管是律师啊，或者是代书啊，那些可能比较没有经验的去做，那结果会是什么？可能出差机会会很高。那等你过世之后呢？当然对你来讲没关系，因为你已经过世了，你也不可能去告代书或是去告律师。但是对你的影响就会很大。为什么？因为我当初去写遗嘱，就是希望在我死后，针对那个财产，我可以去做分配，好不好？所以第二个，它有效的机会会比较高，真的，这是我建议最好就是这2个。但是呢，假使不是我们现在在场座位这些弟兄姐妹健康的人，如果你是卧病在床的，那我只能跟你说，你真的没办法了，你只能透过律师而且是要会办过这种案件的律师去做代笔遗嘱，会对你比较好。但是我只能跟你说要慎选因为很少律师会做这个而且另外一个我会跟你讲的，它费用绝对不便宜因为他要做的事前工作跟过程中他要录音录影，还要去找见证人，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成本，好不好？所以期盼大家，如果真的你们有要去做一些财产的规划，要提早规划，而且如果你是要通过遗嘱的方式去做处理，懂吗？正光路888号，去那边先去咨询，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只是说有一个缺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尽管你用遗嘱去做分配，法律的规定，那些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他还有一定的额度是他可以拿到的，叫做特留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特留份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假设我妈妈，大家知道我妈妈有5个小孩子我是其中一个。假设我妈妈她要分财产，分给我的小孩她可能觉得我的姐姐比较孝顺儿子都不孝顺，她就把财产全部分给我的姐姐，结果我都没分到的话怎么办？依照法律的规定，我事后还是可以主张权利，那个叫做特留份，我可以拿一点点的钱，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用遗嘱的方式，除非因为很多哥哥姐姐啊，或是叔叔阿姨伯伯都会来问我说，我就是死1毛钱都不给他。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用遗产去做处理，因为你用遗产，他一定会拿到一部分。那唯一你能透过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在生前处理掉，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你要用赠与或者是买卖的方式，在你还没有过世之前，你就要把这个东西处理掉，懂吗？哦，这个方式你才不会，他才有，就是几率比较低啦，他才不会拿到任何一毛钱。但我相信，刚刚这么多的哥哥姐姐都觉得说，哦，我要分给我的小孩子，那可能你应该是会均分，或者是给少部分的人，对吧？好，那这个部分你们就要去做注意，好吗？那我们就衔接到另外一个赠与，好不好？我们前面都在讲遗产，遗产你要怎么去做一些避税？第一个，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不动产，去给我们的孩子去做继承。第二个，它可以怎么样？买保险也是哦，但是要怎么样？你们要提早规划哦，不要快要走了，或是突然买了很多张哦，那个东西都会被国税局查。还有另外一个是说什么？就是剩余财产分配，好不好？你们要记得，如果真的有过世了，要记得去做主张，可以把你的遗产的总额去做一个降低，好不好？这个很重要。这三个是目前实务上最常多人去用的哦，针对遗产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如果你觉得说啊，算了，我也不想要，就是用到遗产，我想要申请赶快去做处理，就会涉及到我们的赠与的部分。哦，赠与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赠与，就是无偿的嘛。哦，我没有要求任何的对价，它就是送礼的意思啊。那针对送礼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遗产税法也有规定。哦，大家都知道。哦，一个最重要的规定，每个会来问我说要去赠与税要去规避的，很多人都会讲哦，我每年要给我的小孩子多少钱是可以避税的。哦，大家都知道嘛。哦，我们法律规定是220万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的财政部每年都会去公布。哦，我印象中今年好像是233吧，还是240几？它会变，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原则上就是200多万，这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赠与税最多人会去做的，好不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有没有人知道赠与税是谁要去缴钱的？赠与税是谁要缴的？拿着人缴的。是拿的人缴呢，还是给的人？赠与人。有没有人想过，是拿的人要缴呢，还是给的人要缴？给的人。拿的人要缴的，请举手。那给的人呢？要缴的人，请举手。看起来都差不多哦。那我跟你说哦，赠与税一定是我现在还活着啊，所以我送给人家嘛，对不对？依照我们有一个概念哦，有钱的人就要缴税。那你赠与的话，是谁有钱？给的人有钱啊，所以我们法律就规定是给的人，原则上是给的人，就是赠与的那个人，他要缴赠与税，懂吗？那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赠与税要去规避，就是每个人我一年可以至少我可以送给任何人220万的免税额，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一些政商名流啊、富二代，他的爸爸妈妈都怎么做？我就是一年给我的小孩子是少东啊或什么，我就给他220万的钱，让他都不用去工作，他赚的钱可能比我们都还多。就是用220万的这个免税额的制度。要记得哦，是以给钱的那个人去算哦，不是说我像我妈妈有5个小孩，他就一个人给220，一个人给220，不行啊，是他给的那个人去算220，你懂我意思吗？我可能今天一个人给50，后天再给50，这样加起来就是100。你不能说我一个人220，两个人220，这样都算，不是，是以你那年度你总共给多少钱加起来，对，总共是多少钱，不是看拿钱的那个人是给钱的那个人，这很重要。赠与税220万，是不是又没电了？喂，稍等一下。
你的声音其实很清楚，不用用麦克风。赠与税，好不好？220万，这个是很重要，它这个没有设限制，说是要给谁。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还有什么？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就是夫妻之间，哦，对，赠与，夫妻之间互相赠与，哦，依照我们税法的规定，它也是，但是它的税法就不一样，它是讲说不纳入赠与的总额啦，所以实质上也是一样，你夫妻之间的赠与，这个也算，所以很多人也是会透过夫妻之间的赠与来规避我们的赠与税。哦，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孩子的话，爸爸妈妈在孩子嫁出去的时候，可能会给什么？哦，嫁金或是聘金，这个我们法律也有规定，是不超过100万的。当然我是没听过有人会给100万，很少啦。哦，通常都是36啊，或26啊，或是年金标是多少钱忘记，然后88还是66。哦，通常我也是没听过100万的，但是这个的金额也是，只要不超过100万的，这个也是可以去做一些赠与税的规避。哦，这个也是好。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哦，很多人这个都是我会建议大家去做的，也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也不是说不想要啦，应该是讲很多人我都会建议啦，很多那种阿公阿嬷来这边问律师都会说，哎，律师我最近很多钱啊，我的小孩子就是很多，那我要怎么办？他们都会问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跟你讲的，我要立遗嘱要怎么办？那我就会跟他讲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他们可能觉得遗嘱写的好像不公平，因为可能还有特留份啊，我想要给一个人，其他人我都不想给，那怎么办？我就会说，那你可以考虑要不要现在就慢慢分年给他，因为你可以用260嘛，对不对？你可以慢慢给，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送给他，附有条件。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讲，我送给他，他可能还是不会理我。小孩子呢可能不会孝顺，所以我都会建议他说，那可以，你送给他，但是你要附条件，可能呢他要来养你啊，或是带你去看一些医生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去做一些条件，这个在我们的税法规定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条件如果是有价的话，是可以去做扣除的。举个最典型的例益，最典型的，我真的没有开，是不是？哦，好，举个最典型的实务上很多人就会去用的，就是我们要买东西送给我们的孩子，那他通常会做什么？就是我会去买一间房子，那我那个房子呢，可能价值是多少钱？可能现在房子至少都1000万或2000万，对不对？但是呢，我这个房子送给你，你不要就单单纯纯就是送给他哦。如果你们有1-2000万，那没问题嘛。但是通常大部分的有钱人，他有问过律师或者是会计师，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去贷款，不是因为他没有钱，是为什么？因为他要把这个赠与负有一个负担，那个负担是什么？就是他有债务在上面，你懂我意思吗？他这个东西是有债务的，有债务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去给他扣掉，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要去承受这个贷款，比如说我这个价值是2000万的房子市价哦，但是呢，他去贷款可能是贷个现在都80%嘛，可能8216贷了1600，对不对？那实际上，如果你说这个是有负担，去给他扣掉，你可能还要缴税，因为还有400万。但是回归到我刚刚跟你们讲的，我们的赠与税法的规定，只要是房地，它都是用什么公告限制，所以你不会是用2000万的市价去算，所以你可能算下来可能
1000万，或甚至乎900万、800万都有可能。那这样子的节税的利益会是什么？你的贷款上面是1600万，你的公告市价才800、900万，代表是什么？你可能1毛钱都不用缴赠与税，好不好？这个影响会很大，这个影响会很大。不然很多人，有些人都会想，奇怪，有钱人为什么还要去贷款？当然有他另外的考量，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税的问题，第二个人可能是他要套现，因为他可能要去做投资，不一定是要给他的小孩，所以很多人，我以前也是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就很有钱，他身上都上亿啊、上千万，为什么他还要去贷款？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他都是有问过专业的人，这个去做评估，好不好？而且对于在座的各位，我觉得这样讲绝对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送给你的孩子，你没有附任何的条件，讲白一点，可能就会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你的小孩可能拿了就走了。你赠与的是什么？我就是送给他，送给他，你又没附条件，会怎么样？他就不管你了。我遇过很多案件就是这样，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或者是配偶一方，可能阿公过世了，结果呢就要分财产啊，然后兄弟姐妹就说没关系啊，你们要分财产，男生就会跳出来说我们男生分，然后妈妈我来养，结果呢，甚至乎妈妈有的财产也全部都送给男生了。结果你们应该都知道了，会来找律师一定都是有问题的嘛。结论会是什么？妈妈就没有钱了，而且呢，妈妈有人会养吗？绝对没有。为什么？因为男生拿了钱呢就走了，那女生呢会想要养吗？不会啊，因为当初她也没拿到1毛钱，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还是要奉劝大家啦。如果真的你要送东西给人家，真的，如果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或者是你对他还负有一点点期待的话，建议不要这么做。你要去设一些条件，甚至做一些负担，可能看说，你每个月要来看我啊，或者是你可能这个债务你也要去做承担。不然，如果你全部都给人家了，我跟你说，除非你很了解你的孩子。不然有时候呢，可能不是你孩子能决定，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会结婚，他结婚可能会跟谁？老婆这我没讲可能是婆媳的争议，还是男生先生都有。我跟你说，这个很常遇到。那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自己要去斟酌的。虽然你们可以避免掉把它变成遗产，可能会更麻烦，但是在你们生前去做一些赠与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考量，因为你可能身上1毛钱都没了，然后呢，到最后你就是变成一个孤儿，都没有人会去做一些处理。那对你来讲的话，这样子也很不好，你懂我意思吗？因此，实务上很多人就会去想说，用遗产也不太好，那你用赠与又怕会有风险，而且你也没有能力再去做这个部分，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信托。信托在我们坦白讲，在我们的国家发展的没有到很实际啊，而且说实在的，懂得律师跟一些专业的会计师，但会计师会比较懂，律师是非常的少，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信托的概念是什么？你要把你的财产移转给你要托付的那个人，让他去帮你做处理。那唯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你寄托给他的那个人是谁，就非常的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大部分除了我们现在实务上你们去银行，很多银行我们有加入一个同业公会，商业同业公会，有特定几间的银行有在做这些信托，主要是针对不动产或者是现金，主要是针对这些部分去做一些信托，让他去帮你去管理，这个也是可以去做避税，但主要是什么？让这些东西一方面不会说你钱都给了，你的小孩子不理你，二方面你通过信托契约这个概念，让你跟
这个不管是银行啊，或者是你有一个信赖的律师或是会计师，帮你去管这个财产，等你死后，他也可以去依据你跟他之间所定的契约去履行，这个也是对你来讲会比较好的，因为你的孩子会怎么样做，这个真的是很难去做预料哦。所以信托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家会去采取的，只是说坦白讲，因为这个东西在台湾相对来说很少人会去做，会去做的大部分都是银行，因为它要付出的那些成本会蛮高的，而且一般人会去比较信赖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大型的公司。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去找一个律师说，那律师你帮我做，因为律师是个人，人总有过世的一天。但是如果你是找银行，只要他不破产，原则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好不好？所以信托也是一个每个人都会去思考的一个方法。好，但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针对赠与这个部分，除了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的，你可以每年透过220去分次的去把你的钱移转到你想要给的人以外，还有如果是配偶，你可以透过夫妻相互的赠与去处理，甚至乎呢，你的孩子如果要嫁了，你可以那个定金或是你的聘金啊，或者是你可以不一定要那么多你可以给他不一定要这么少，像我们讲的什么36啊多少不一定，你可以给他多一点点，因为依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只要不超过100万元，这个原则上都是可以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一般实务上大部分比较不会出事的，就是这几个方式。那至于呢，其他我来看一下其他比较可能实务上比较有人会去讲的啦，因为说实在，这个可能就是会涉及到说，如果你们是把那个就是外面借的钱啊，这些通常都是上了法院啊，你缴的税缴太多了，所以很多人就会去做一些假的债权。那个债权原则上就是算你的负债，那如果你的负债，或甚至乎你去做一些假的债务，别人你可以跟他拿钱，结果你没去跟他拿，这个在我们法律上可能就是会认为你是故意不去拿的，那不去拿可能也会算成是你的赠与的问题，除非你能去佐证为什么你不去跟他拿，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破产啦，或者是他已经死掉或什么之类的，那个才有原因。但是这个在我们一般人会遇到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啦是比较少，很少很少，因为大部分这种都是你的赠与啊，或者是遗产的税务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们都是事后，或大部分可能真的有，但是你都不可考，要透过你跟国税局打官司才会产生出来的。不然其他，当然我们法律有规定说，如果你要送给国家或是那些东西是不用纳入，但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这么做啦。因为大家一定知道，你给国家的东西，国家绝对对你非常非常的优惠，他也不会跟你计较太多。那当然这个部分他是不用去纳税的，绝对是不用去纳税的，好吗？那至于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部分可能是针对你的税务计算，你要怎么去算才知道说你要不要缴税？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可能是会比较去计算的。刚刚讲一个赠与我先讲遗产好了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我就是不想动了，我也不想那么麻烦，说我申请要去做处理，那我只是单纯要去做赠与那个遗产，我要把它留成遗产的话，我至少要多少钱，我才可能要缴遗产税？我可以帮大家估算一下。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免税额，我们法律规定是1200万吧，对不对？所以至少，如果你的钱是低于1200万，那你就不用想，遗产税你是1毛钱都不用缴。不动产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要用公告现值，那就去做计算。对，它是全部加起来价值在1200万里面。如果你全部加起来没有超过1200万，那你就不用担心，遗产税是课不到的。
那如果真的你太多了，那你要怎么办？我们法律还有规定，有扣除额的规定。如果你的过世的时候还有一个配偶，你是还可以扣一个叫做400万，好不好？一个配偶只能扣400万，你不可能有2个配偶，因为我们法律禁止重婚嘛，所以一个配偶你还可以扣400万，所以1200再加上400，1600。那如果你还有小孩呢，一个人还可以再扣40万。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税法的规定哦，但是财政部有调整，哦，这个是变成50万。好，那我们现在是用税法的规定就好了。刚刚1200加400就1600了。那如果你有一个小孩，我们就算一个1000。成年吗？他没有分，如果是未成年，他会扣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先讲成年就好，至少就是40万，那就是1640，对不对？那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还活着，一个人呢，还可以再扣100万，那就是1740了。哦，1740。那如果还有身心障碍的话，这个人比较少了，他还会再加。哦，那如果你还有要养兄弟姐妹，这个也比较少，他可能会再加。所以至少哦，这样子就有1640了。那还有另外一个人过世了都会有丧葬费，丧葬费依我们税法的规定还有100万，那你加上去还有什么1700多万哦，1700多。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你的钱没有超过1700多，原则上你的遗产税是不用去缴纳的。而且像我刚刚讲的，除了这个1700多，还有一个剩余财产分配，可能这样零零总总扣下来，可能你连免税的门槛都还没有到，1毛钱都不用缴。哦，所以其实大部分啊，依据我们国家有一个统计的表，其实很多人针对遗产这个部分，只要你钱不是太多，哦，原则上你是都不用拿到。甚至乎呢，也有一大部分人是怎样？他是透过生前，就是已经赠与了，他已经赠与了，所以他把他的遗产税降到最低。好，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只是说赠与的规定就会跟我们刚刚讲的遗产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所计算的金额就会跟免税额，刚刚我们有讲过嘛，可能是220。哦，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赠与税的话，哦，它是2500万以下要缴10%。哦，那但是你的免税额呢？刚刚我说每个人1年就是至少就是220万。哦，所以你可以透过逐年慢慢的1年220，2年就440。你这样算一算，你可能遗产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少。哦，只是说不动产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除非你是需用持份的去做移转，但是我通常都不建议这么做。哦，我相信可能就会有人跟你们讲说啊，那很简单啊，你可能是全部持有的，但是呢，你部分去移转，比如说我移转1/2，或移转1/3、1/10，那我去问过代书，代书跟我说，这个1/10的价值刚好是在220以内。哦，那我会建议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个行为可能有背后的一些隐藏的成本。为什么？因为你做赠与的话，还要缴什么税？增值税，没错，你懂我意思吗？而且讲白一点，你那是慢慢的去赠与，你去赠与，谁要去帮你办？你如果没办法办，是找代书办啊，代书不会给你收钱吗？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会有它的隐藏的成本。好，当然很多人会这样跟你讲说啊，你没关系，你不用卖土地啊。像我有个客户就是这样，他的土地在民主路那边很值钱啊，1坪，我们去估价就是100多万。他有代书这样跟他讲，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我说我建议你不要。哦，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做对你不一定比较好。刚刚我讲的隐藏的成本很高。第二个，你这样子做，讲白一点。那个房子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嘛，现在那个大同路那边就是在我们的火车站旁边，未来会不会增值？会，一定会。为什么？因为现在要盖捷运，捷运一定会增值。那你逐年的这样去做处理，
他那个税或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哦，一定会有差。那与其你是要透过生前的赠与去避掉我们后面的遗产税，但是你这样每年缴的，不管是增值税啊，或者是一些契税，他可能缴的钱可能已经比你的遗产税还要高，你懂我意思吗？更何况，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遗产税或是我们的赠与税，他讲的那个价格是用我们的公告地价去算，所以有没有必要这么去做？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做思考。老师公告地价比那个市价便宜啊，对，比它便宜啊。对，是比它便宜，你懂我意思吗？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做思考，但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看时间好像差不多了，林林总总我也讲那么多，做个结论好了，因为等一下留个时间给大家讨论，针对我刚刚说的那些，不管是赠与啊，或者是遗产，大家要去做一些避税的部分，把握我刚刚讲的这些点。当然因为今天真的比较临时，我的 PPT 坏掉了，但我会之后再提供给我们的陈小姐，再给她让大家回去做一些参考。但主要，我觉得今天这么多的时间，1个半小时，我现在要讲的话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今天有听得到的，那就把它听进去；但没听到的也没关系。如果真的你遇到了，不管是税法的，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就是节税的部分，我会强烈的建议你，不要只有问一个人。你要问什么人？第一个，律师，要问，但我跟大家说，读税法的律师不多，这是一个，但是也要问。第二个，你要问什么？会计师也要去问。那第三个，你要问的就是问地政士。因为他们这个专门在办那些遗产过户的那些都会比较清楚。这3个人你一定要问，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要问，这个是一般很多人不知道的，你要去问谁？就是去问国税局，好不好？这一定要问，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问说，律师啊，你是不是应该什么都知道？我跟大家讲，我以前也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去做？我也是去问这几个人。我们也要认识会计师，我们也要认识地政士，那更何况我们一定会去国税局，因为国税局就任何随便你就去问，当然他们不一定会跟你讲得很仔细，因为讲白一点，我会常常去国税局问一些我要去讨论避税的东西，但是国税局的人他们不太会跟你讲，因为他就知道你是要来节税的，但是没关系，你就死缠烂打去问他，他们有些人就是真的会跟你说。这个一定要问，因为坦白讲，你不管是去问很资深的会计师，或者是去问律师，他们一定都像我一样，都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一定有去问过国税局跟其他相关同业的人。因为讲白一点，我每个客户我都讲过，你们千万不要深信任何一个人。虽然这可能是律师的多余的心态，但是我是跟你们讲真的。因为这个是专业的东西，而且更何况这个东西钱是谁的？是你的。如果你自己对于你的钱，你都没有很在意，去问过很多人去评估，甚至乎你花一点点钱去咨询，如果觉得很有必要，我觉得真的要去做。不然说实在的，你要去省的那些税，可能不是1、2千块，可能是上百万、上亿都有可能。那你要去花这些成本，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千万不要深信于任何单一的人。如果你说他是可能全台湾很有名的律师事务所或是会计事务所，我相信这个 OK， 因为它的价格绝对会让你会觉得这有可能值得，或是他的专业态度。但是如果没有，或甚至乎你的要避税的那个节税的效益没有很高，我会建议你真的要多问一些人，对你来讲会比较好。好吧，这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忠告，因为很多人都是我的客户啦，最多都是这样，都是被人家他觉得被骗，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他比较没有去问过太多人，然后就相信这个就发生了这个状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到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我看到老师在讲了，是不是？时间快到了，最后一个，我可以
让大家去做一些思考啊。这个是我就是做律师做那么久，我从102年就考上到现在，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悟。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大家，就是你们的遗产有没有留给你们的小孩？每个人都跟我说要，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些人认识我妈，我都跟我的妈妈讲过，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我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我是跟妈妈，但是我都跟我的妈妈讲过，千万不要留遗产给小孩子。我是说真的，这是我真的律师的良心建议。当然，能听得进去的人是少数，因为大家都是有孩子的人，都会顾小孩嘛。因为毕竟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说实在的很辛苦，要买一间房子不容易。但是换一个方式去想，当然律师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未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会想过一句话，就是觉得你们辛辛苦苦赚那么多钱，省吃俭用，很多客户来这边跟我讲，甚至乎我帮他做遗嘱，他都是坐公车来，但是他身怀6甲，很有钱，然后每天吃饭哦，我还有遇过一个阿嬷很有钱，她每天吃泡面，很心酸，我是说真的。然后他的小孩都没理他，但是他还是愿意把他的钱给他的小孩。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预期，或是你觉得小孩对你很好，我觉得那另当别论。但是我会觉得，你们自己辛辛苦苦赚来这么多钱，今生今世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过世了也带不走任何的东西，有没有必要把这个钱留给你的小孩？当然，我自己都跟我妈妈这样讲，你不要留，因为讲白一点，我是一个，就是你只要让我懒惰的人，我就真的跟你懒惰。所以我妈妈只要留钱给我，我跟你说，我就不会去工作，真的，因为我何必那么累？当律师真的很累。我有钱，我真的我也不想工作。但你的小孩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但你不要去想你的小孩，重点是想你自己。赚了那么多钱，我都会跟我客户讲，你有没有去过非洲？我每个都这样问，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有。很多人都跟我说没有啊，我台湾去过很多啊，我该去的都去，美国、澳洲什么都去过。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去过非洲？你有没有看过动物大迁徙？有没有人有看过？我是说现实的哦。哇，这位大哥有看过。如果你有去过，大家可以去问看看这位大哥，那个是多么的壮观，真的，那个一生真的是要去过一次。那你的钱花给你的小孩，如果你的小孩孝顺你就算了，你就开开心心的，就是过世了，我觉得那没关系，死而无憾。但是如果不是，我会建议你真的，如果你过世了没关系，反正那些钱是小孩在吵架，我觉得没差。但是如果不是，真的我非常非常良心的建议各位，像我自己我也是这样，我绝对不会留钱给我的小孩，我一定会把它花光，而且是会跟谁花？跟我的太太，或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妈妈，我会把它都花光。因为给小孩，他会不会知足，以及他会不会像我一样遗传到我的个性？如果你有钱，就不会去认真的工作。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自己的小孩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啊，对吧？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私心的建议，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孩子，很多爸爸妈妈去法院哭，我是说真的，因为我在法院当志工，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人去法院问过问题。我在那边，在我读书当上律师之前，我在那边待过5年，我是义务的去那边帮忙。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律师，也是因为我跟里面的科长很好，他让我愿意去那边帮忙。我看过很多的阿公阿嬷，真的是在那边哭了。我是说真的，当然每个人的个案条件不一样嘛，但我觉得，你们可以决定你们的财产要怎么去做；二，你们要去好好的跟你的孩子去沟通，因为有些我遇过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你不给他财产，他可能就会不理你，或甚至乎呢伤害你。这个也是你们要去考量的点啊。但相反而言，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是这样，那我会建议你，真的就算了，好不好？好好的跟这位大哥一样，我的人生的目标也是
非洲动物大迁徙，我也很想去看这个。真的，我是跟你说真的，把对自己好一点。趁现在各位大家的弟兄姐妹，你们都还健康的时候，好好的去运用你手上的那些钱，因为你死了真的带不走，留给你的小孩不一定对他是好的，好不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把我刚刚讲的这些最后的这几段话，把它铭记在你的心里哦，因为每个人是不是都适用在这个因人而异啊？但是这是我自己职业多年来，我自己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讲绝对是最好的，好不好？那最后我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校长，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非常谢谢谢。今天的我们的那个律师哈，这么好的分享，非常非常的实际啊，而且呢，对我们来讲真的很大的帮助。听那么多，真的是觉得非常这个感觉他们得到非常非常多哈，他也给我们这个鼓励呀，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有慢慢牺牲自己的感觉哈。真的好，谢谢，我们谢谢再次的。可以。可以提问几个？都可以。啊，可以提问。我们在讯息版有很多留讯息，想要请陈律师回答。那有问题，现在都没问题。对，刚才老师讲的实在是太详细老了。师说不要留钱给小孩。但你会真的不留钱给他吗？剩的再给他。剩的再给他，真的，我是真的良心建议是这样啊。当然，就像我刚刚一直强调的，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真的不要留，真的我会建议真的不要留，因为虽然你都已经过世了，你已经到天上去天堂，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天堂，你有看到你的孩子为了钱而吵架，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很难过，真的。好，那我们现场还有没有要提问？如果没有的话，那可不可以？我们线上有提问可以问吗？第一个是线上有问题。提到的保险契约结税，请问要多少钱规划？这我怎么回答？这个线上的，线上的他们说，所以他们听得到是不是？听得到，他们说不拿麦克风很多。对，我们已经列了很多问题，很想要请律师帮忙让我们了解。喂，通常啊听得到，如果是你要用保险契约的话，我通常都会建议要看你买的那个寿险的年限是多少。哦，比如说你买10年的，你当然最少就是要10年以前开始去做啊。你不要说，我快过世了，我买一个20年的，然后我还趸缴给他全部缴完，这样对你来讲绝对是不好。当然你说要多久之前，这很难去估算。我通常都是会以你的保单上面的那个契约的年限去做计算。当然你越早是越好。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听到这堂课，或者是你已经有这些规划，就赶快联络你的业务员，去投资一些你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寿险的保单，这样子对你来讲会比较好，好不好？那这个问题，请问我们的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再回答，请麻烦律师再回答。我线上有一个问题。做财产捐赠。Hello， 你在线上有一个问题。请问听得到吗？可以听到。这个说，请问个人财产捐赠，透过企业做财产捐赠或透过信托捐赠，请问除了捐赠金额的差异外，决定不同方式的要素？听他这样子的问题，应该是说他是要给企业或者是透过信托捐赠，它的金额呢，因为它会影响到它的免税额的那个计算的方式以外，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它决定不同方式的要素为什么？应该是说，我曲解，我来想一下他的问题啊。应该是说，如果我要选择，我有2个方式要去做，一个是透过
捐赠给企业，或者是透过信托捐赠的差异外，你有没有什么？可能是他现在有2个方式要去做处理，你有没有什么决定的？我想想看，应该是说我们的财产不想要捐给小孩，不想给小孩子，想要设计给，比如说像我们讲的公益团体啊，或什么之类。当然，如果是国家机关，它的税额的限制会比较高，也就是说，你可以捐很多，因为国家一定是多多益善。但是如果你是通过信托捐赠的话，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你有受托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信托关系。信托关系的话，它是可以去做一个延续，因为我们信托的概念就是像我们国外一样，它可以在你死后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延续，只要那个人他还是可以去帮你去做你的死后财产的规划。所以应该是要看你的想法，你是要让，因为你如果是透过企业去做捐赠的话，你这个可能就是一次性的，但是如果你是要透过信托捐赠，这个可能是会比较长久的，但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用你的时间因素去做一些判断。你的税捐规划，你的规划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会不一样。这是这个。那另外呢，还有吗？不要用麦克风比较清楚。这个回答过。好。OK， 我们线上的同学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接近12点了，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感谢律师耐心的回答我们，那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OK， 那刚刚律师有讲了，我想说要不要请律师再帮我们复习一下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就是遗产税或是什么样的问题要找律师，还有会计师，还有什么？地政士、国税局，好，这4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多听多询问，然后我们再来规划，再做决定。还有，我刚刚听到心有戚戚焉，眼泪有点在打滚。我觉得真的可能我们都是孩子，我们孩子的心情就是希望爸爸妈妈。你们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不要为了我们省钱，而且省到还规划到孙子。我觉得不用那么辛苦，真的，你们过得好的、健康快乐，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好不好？那我们再次谢谢律师，谢谢大家。OK。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那个雅萍姐能够栽培这么棒的一个这个律师给我们这么大的帮助真的再次谢谢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边喽，谢谢律师。谢谢。感谢律师。OK， 那一样，等一下请德福的学生先留下来哦。这里看得到吗？可以啊，可以。看不到。好 ，OK， 看得到我吗？那我们线上的同学，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讲座。下礼拜是我们的台大精神科医师，林信南医师为我们有一座精彩的演讲，最主要也是在讲现在的灵性，还有我们的社会，还有就是成瘾的问题。他非常的来我讲一下讲题。从社会心理灵性层面看物质成瘾，台大精神科医师林信南医师，那非常欢迎下礼拜一样10点半，或是你们可以再早一点，我们可以一起上先运动，然后再一起参加讲座。谢谢大家 ，OK， 辛苦大家了，那我们下礼拜见，拜拜，拜拜。这个要签名吧？拜拜喽。